另外，内湖南港区这个选区面临分裂的危机，敢有影？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透早去到内湖碧山岩去参拜，替民进党提名立委参选人高嘉瑜。那基进党这个吴欣岱呢，虽然讲共场，也过双方拢无什么互动。赖清德致辞时，更加强调讲，这区就敢若高嘉瑜会赢，更加表示讲高嘉瑜过去伫立法院的表现真优秀，挺这个高嘉瑜。也过边这个吴欣岱是表示真不满。现成拜拜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继续呼选激战区。一透早来到内湖的碧山岩，和立委高嘉瑜做会有声势。因为这个选区只有高嘉瑜会赢啦，民进党既然提名高嘉瑜，一定是100%。全力支持高嘉瑜。赖清德这话讲互选民听，敢若嘛是要讲互边基进党的参选人吴欣岱听。伫强庙场合，双方虽然共场，也毋过赖清德将高嘉瑜带伫身躯边，和吴欣岱是完全无互动。吴欣岱甚至连拜庙拢无为。赖清德面对着港澳另赢分裂的态势，是表明立场。嘉瑜在立法院的表现，没有任何一次违反党团的决议，因此我恳请我们父老乡亲能够全力100%的支持高嘉瑜。话说他从来没有跑过票，这个其实也是错误的，因为目前已经证实了他不只有跑过票，而且还因为这件事情被民进党党团罚款过。党团有做决议的，我们都是跟党团走，但有时候投票党团没有做决议的，那我们就可以各自的有自己的投票。双方会有比是正当，港澳立委分票的危机未解，总统大选面对着对手南北合作继续谈判，赖清德要抢的目标嘛真明确。在登记之前，就积极营营于彼此政党的利益，完全没有人民的福祉，也没有国家的愿景，这个是不会为台湾人民所接受的。后礼拜就要开始大选的登记，赖清德除了做好最后1对1的准备，在选战最后的2个月，拿起加尾之职，来到激战区，要将囝囝塞入国会，也要将家己送入总统府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